那假的账号了。来啦，各位听好了啦，注意听啦，哦，现现主是我要甲恁讲的啦，人爱食饭啦，人爱食饭，车嘛爱食饭啦，好袂？狗仔、猫仔、汽车、奥多摆嘛爱食饭吧，人嘛爱食饭吧。人拢爱食饭啊，我免食饭吗？我毋是人吗？对不对？我也是爸，好歹我不是说做生意的料，好歹我也在用功去经营直播4年，对不对？好歹我赚多少买多少菜，对不对？顾饱家人、小孩、老婆、家人，对不对？啊，不是啊，整天来攻击我，这样对吗？整天只会一大堆啦，一大堆假的粉丝团、假账号啦来乱啦。啊，不然就天风酸民后援会来乱啦。啊，不然就卫视新闻台啊。那个牙将军啊，天风酸民后援会跟那个卫视新闻台的各位老大、各位大姐、各位帅哥美女，不要再来乱我了，好不好？我这一台就做小本生意经营，我也没有卖什么假的东西给客人什么的，我也没有卖假货，我也没有卖过期品给客人。你们要乱去找别台，不要来乱我这一台，好不好？天风说明后援会的大哥大姐、帅哥美女，还有那个卫视新闻台的大哥大姐，拜托手下留情，留一口饭给我吃，好不好？我真的快要当乞丐了啦，可以吗？可不可以啊？啊，我都叫你们一些天风说明后援会跟卫视新闻台的大哥大姐、帅哥美女了嘞，你们这样还乱得下去吗？我都拜托你们了嘞。哎呀，对不起呀，可以吗？原谅我，让我好好做生意，可不可以？我也是为了一口饭生活而已。你看，你看，那就去找一个工作啊。我就跟你说，我去工作被人家乱到，老板不敢请我工作了。啊，你听我，还是你们真的要乱到我走投无路啊，各位？乱到我真的完全没有饭吃，你们才甘愿啊，各位。还是真的我要做提告了。有时候是直播被乱，嘴巴讲说要告，来，请问，我有真的去告，我有真的去警察局报案吗？来，请问一下，有的话你现在还敢上来乱吗？麦克里亚天风在哪在啊？好不好？我在讲事情，好不好？讲严重事情，真的，好不好？来，各位可以吗？大家交个朋友哦，有在夜市也好，去买东西在路边摊遇到我也好，跟我打过招呼聊个天也好，啊，你就知道我是怎么样的人了。要不是没看过，啊，请你不要乱我了，可不可以？
我宁愿多一个朋友，也不要少一个敌人啦，让公赞你啦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可以给我一口饭吃吗？来，各位可以打可以。很主席可以打可以。来，可以打可以。还是我要直接去警察局啊？我直接告天崩说明后援会跟卫视新闻台有3台还4台全部都提告了。卫视新闻台有3台还4台。如果你今天真的要把我乱到走投无路，来歹势吼，我甲你讲啦，我直接甲你搁到